晋王殿下，那只毒死人的鸭子，是谁替晋王殿下挑的？你这是在跟本王说话吗？本王也差点被鸭子毒死。晋王殿下的那只鸭子，是谁替他挑的？ 谢谢光临，欢迎再来，王爷，这么快就吃完啦？哎，王爷，您要带走的那只鸭子还没挑呢。哎，挑这鸭子。是。你是什么人，敢在这里放肆？在下是在应天府当差的张五柳，正奉旨审理烤鸭中毒案。 你办案是要替我们这些受害人找到凶手，哪有对受害人审起来没完的？再说我的亲随人都已经死了，难道还不足以洗清自己吗？哪有给自己下毒把自己毒死的？对，晋王殿下说的没错，没有人会给自己下毒。殿下的那位亲随也不是吃烤鸭毒死的，而是被人杀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因为他是受了晋王殿下的指使下了毒，之后又被晋王殿下给毒死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天你在鸭店里被陛下当众训斥，所以你的心里充满了仇恨。正巧，你听到了陈公公要去选鸭，巧巧又劝你们去选鸭，你便起了弑君的歹意。 在你的示意下，亲随选了鸭子。悄悄地将一包能够令人迅速窒息的毒药塞进了鸭子的体内，然后，1号王爷，2号皇上，张大夫骗鸭子了。哎，来了。 他又趁着厨房没人的时候，偷偷地调换了2只鸭子的标签儿，这样，那只下了毒的鸭子就变成了陈公公的特选鸭。这就是你们2个为什么会争论，究竟1号鸭是皇上的，还是2号鸭是皇上的？你说的这些，难道都是你看到的吗？没有。哼，那是有别人看到了跑来跟你说的。 也没有，那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是我推断出来的。推断？我看你是信口雌黄。陛下，这只是毒死杨贵妃的那只烤鸭。朕总共在上面撕下2块肉，对吧？我看看。旁边那只是毒死晋王亲随的那只，这是你向陛下告状时亲自送来的，上面有跟第1只鸭相同的毒。对，我那亲随吃了1口就死了。不过，这只烤鸭并非出自天下第1鸭。 这明明就是在天下第1鸭买的。不对，我曾带着这2只鸭子去见过仙仙郡主，他一眼就认出，这只鸭子并非出自天下第1鸭。什么？第
这鸭子上没有涂过蜂蜜，所以呀，色泽不黄亮，看起来发黑发乌。第二嘛，这鸭子太瘦，根本不符合天下第一鸭的选鸭标准，更别说送进宫里了。第三嘛，看看鸭头，这是江北鸭，而不是江南的鸭。把那2只鸭子拿上来给朕看看。拿上来。是。干嘛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张捕头像一个人呐？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朕也觉得这2只鸭子不太一样。是不太一样。这能说明什么？我明明从天下第一鸭买的鸭子，干嘛还要弄只假的来充数？据我分析，你先前买回去的那只鸭子是被你自己先行吃掉了。你原来以为这一回陛下必死无疑，所以回去以后你一直心情很愉快，直到亲随从外面回来报信儿。爷，老头子死了吗？皇上没死，倒是皇上最宠幸的杨贵妃给毒死了啊！爷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万一给皇上查出来，他永远也查不出来。只要你死，你要不死就得我死。其实那亲随早就应该想到，当他替你去给鸭子下毒的那一刻起，便已经决定了，他将被主子杀人灭口的命运。你本来是想买一只同样的烤鸭，涂上毒，当做证物，却没有算计出，当时天下第一鸭已经被封了，所以你只能另买一只鸭来充数。你，父皇，儿臣的亲随明明是吃了烤鸭毒死的，他居然诬陷我。既然晋王殿下的亲随是被烤鸭毒死的，那你肯不肯开棺验尸呢？验什么尸？那尸体早已被本王叫人火化了。你让本王上哪儿去找尸体？晋王殿下亲随的尸体，果真被火化了？那还有假？晋王殿下的亲随是中毒窒息而死，而且尸体已经火化了，对吗？一点不错。陛下，吴流想在大殿上开棺验尸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，就只管拿出来吧。抬上来。请大家辨认一下，这个人是不是晋王殿下的亲随？朕要亲自看一看。这是你的亲随吧？是他。你们大家伙都过来看一看吧。老三啊，你那个被毒死的亲随胸前还有个血窟窿。父皇，父皇。
儿臣只是想找二哥的晦气，并不想谋害父皇啊！父皇，来人呐，把这个畜生给朕拖出去，关进宗人府！啊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啊！父皇！陛下，吴柳的案子审完了。你是怎么弄到那具尸体的？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吴柳不过是在晋王府外守了1天1夜，等晋王府的家人趁夜深人静掩埋尸体的时候，吴柳便跟到了墓地。岳文、老二，你们说朕怎么处置老三？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朕要一个人待一会儿。皇爷爷，父皇，您是不是说儿臣可以回家了？都回去吧，都回家去吧。是，父王。看仔细了，钱就在我手掌心里头。嘿，走。不见了，没了。奇怪。嘿呀，在这儿啊！嘿，嘿，哈，噔噔噔噔噔，呀，哇！哎，神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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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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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？开同乐会呢？张捕头，惨了，逃到600年前来，英勇机智的小丸子还是被找到了。张捕头，哼，开心呐！一人坐牢，众人陪，挺乐的呢。你们大伙儿要不要都搬进来住啊？张捕头，我们这就出去。慢着。神气什么呀？不过就是个捕头嘛，我还是郡主呢。哎呀！哎呦，变把戏嘛，还不是有什么摸什么。张捕头，您放心，小的一定会特别注意，把他给关严了。不必了，我现在来就是要放他出去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哎，上回咱们小赌年炒3吊钱不必还了。哎，还有你啊，酒钱的那2文钱我啊，明天派人来送给你啊。还有，你走不走？你要是舍不得这里的话呢，就再住1个月。走，当然走了。各位大哥，山水有相逢了，相见不如怀念，别送了，拜拜。小呆瓜，小呆瓜，居然敢不来接我！你说什么？哼，没说什么。我是说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自由的感觉真好。你在牢里不是混得挺好的吗？再住下去，你都可以成家立业发大财了。唉，我是苦中作乐嘛，干嘛不开心一点呢？快乐是我生活的原则，谁也不能阻止我寻开心。是啊，你可开心了。搅乱一池春水，又进大牢，又上公堂，差点弄个弑君谋反，还拖累了那么一大帮人。你真开心吗？我拖累谁了？我开心你不高兴啊？哼！
恨什么恨啊！我最讨厌人家用鼻子跟我说话了。你等等啊！你把话给我说明白。会听的人自然就明白。哎，我懒得跟你打哑谜呀！我问你啊，你凭什么跟我大呼小叫的？有本事你就自己洗刷冤屈出大牢啊！哦，你以为我稀罕你救我呀？不靠你，我一样可以出大牢。哼，是啊，就凭你偷蒙拐骗那一套，拿来偷钥匙出大牢。哎，请你要注意你的口气啊，在你说“偷”那个字的时候，态度语气要放尊重一点。哼，好笑啊！我尊重君子，尊重贤人，尊重专家，我干嘛要去尊重一个小偷啊？这古往今来，有谁给小偷颁奖，尊他一声小偷楷模的吗？讲君子，我也是君子，梁上君子。要说专家，除了我师傅，在这一行里，谁还比我更专业呢？至于贤人，往下说呀，你怎么不说了？你说呀，你的品性怎么样？你敢拍着胸脯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偷不抢吗？你能理直气壮的靠自己吗？张楚楚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差，你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清高。是，我是靠着朱允文，那你呢？若没有朱棣，你能活下来吗？正所谓人情无土，水清无鱼，人只要活着，难免总有个3灾5难的。要是没有朋友，怎么度过难关啊？你不用大声嚷嚷，声音越大越心虚。你跟朱允文到底是交朋友，还是在利用他？我再怎么利用人，可我还是清清白白的。你呢？你的行为要是在现在，你就是破坏人家家庭，你是第三者，你是外遇。你不要这么激动啊！越激动啊，就是越心虚。对不起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吵了嘛，就只有你和我了，我们2个就不能好好相处吗？啊？小偷和警察注定是对立的，这是宿命。你能不偷吗？我能不抓呢？不可能的。请仙仙郡主回府。郡主，请上轿。就拿一顶破轿子来接我回去啊？朱允文呢？小的不知道。老娘不做了啦！回家。看什么看啊？祖宗真是博大精深呢，连系黄丝带、欢迎出狱的风俗还是起源于中国呢。回去啊，说给那些崇洋媚外的人听，只怕没有人会相信呢。奇怪了，都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会没有人呢？喂，有人在家吗？
先是朱允文不来接我，现在连个下人都跑光了。难道真以为我会在牢里关上一辈子，再也不回来了？本郡主今天心情不好，是人的给我滚出一个来！恭喜郡主，贺喜郡主，鸿鹄齐飞，平安归来。谢谢，欢迎回家。喜欢我的安排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在中国的西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傣族，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泼水节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凡是倒霉的人、走背字的人，或者是身遭横祸的人，只要用这个水一泼，便可以神清气爽，所有霉运一扫而空。我一知道黄爷爷赦你无罪以后，我就叫人800里加急，特地从天池运来的这个圣水。这个圣水啊，特别的清澈，特别的圣洁，特别，我特别感谢。哎，谢谢，站住！对，那只脚收回去。我说了不准进来！你生什么气嘛？我费尽了心思，想破了脑袋，才想用这个办法欢迎你出狱，本来还让你过火堆呢。我谢谢你，你还真怕我水深火热过得不够彻底呀？那你不喜欢呀？神经病才会喜欢！你都受风寒了。对，天上的圣水泼得好，请回去吧。我今天心情不好。我没有功夫陪你玩。那不行啊，我们还得进宫呢。干什么？我们得谢恩呢。皇爷爷慈悲为怀，放了你，我们怎么也得进宫面圣谢恩呢。我得谢多少人，领多少恩呢？这个也说他救了我，那个也说他放了我。我是做错了什么呢？毒又不是我下的，人也不是我害死的。哼，我比那些鸭子还无辜，鸭子都不用做冤狱，也不用被泼什么圣水啊！不行，你还是得去。不去！你要谢恩。不谢！咱们还是去谢恩吧。你把衣服换换，都湿透了啊！我要回大牢。什么？你们谁也不用救我，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再出来一遍。我要写我自己。我再怎么利用人，可还是清清白白的。你呢？你的行为要是在现代啊，你就是破坏人家家庭，你是第三者，你是外遇。我把客栈包下来了，过来。请你过来。我命令你过来。如梅。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两人总要有一个愿意走向另一个。你不愿意，我来，我走到你的面前。如梅，这几步路，我不再是王爷，你也不再是捕快，就当我们是相爱的两个人。能相遇相陪走在一起是缘分，你就别再躲我了，行吗？我们之间岂只是这几步路？
在这一刻，你可以包下这间客栈，你可以支开所有的人，但你能让时间永远静止吗？我们能永远在这儿吗？哼！一旦开了门窗，一旦跨出这门槛，你就是王爷，我就是庶民。你不是庶民，你是燕王府的娘娘。只要你愿意。我不愿意。一日不过3餐，夜眠不过7尺，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能抵得过自由的呼吸、痛快的生活吗？你要自由，我给你，爱怎么痛快都随你意。只要你能够让我时时见到你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只要你……这还叫自由吗？有这么多个只要，我还能自由的呼吸、痛快的生活吗？如梅，你究竟要我怎么做呢？我已经放下了尊严，来到你身边。你可以放弃你的身份吗？能放下你的特权吗？能放下你的如花美眷吗？你不能，你也不愿意放弃。我为什么要放弃？我的身份是荣耀，是世袭的尊崇，这一点并无损于我对你的感情。就算我不是贵族，一般的庶民也可以拥有3妻4妾，这本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嘛。我不接受，牙刷和男人不与别人共用，这是我的原则。不管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，我想告诉你，爱就是唯一。你能对我忠诚，我就全心回报，除此之外，别无妥协。我可以杀了你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当然可以，因为你是王爷。可你杀了我又如何呢？埋了我，也不过是孤坟一座。我死了，也不是你的人，也不会进你家的祖坟祠堂。我的灵魂到死都是自由的。站住！开门，放他走。是。王爷，哎呀，哎呀，干到，宫中做的鸭子味道老是不对。来人呐！皇上，把那个烤鸭师傅拖出去斩了，教都教不会，吃了鸭子老塞牙。去！是。我说，这烤只鸭子有那么难吗？啊！我这个前后都斩了10来个人了，如果再斩下去，那尸首都比烤鸭还要多，干脆烤人肉算了。唉，如果叫小猴子教他们就好喽。哎啊，怎么，他没跟你一起进宫啊？哎呀，你应该让小猴子进宫给朕谢恩才对吗？你没教他这个规矩啊？可是，皇爷爷，他生病了啊，他是很想来面圣谢恩，但是他一脸病容，不敢素颜面圣。得了吧，你别替他圆了，合着你说不动他，对不对？来，我问你，他是你的人了吧？啊什么？又不是鸭子，
你宠幸他了没有？皇爷爷，得，那就是没有啦。皇爷爷，恕允文直言，允文犹记得父亲生前的教诲。父亲常说：“事缓则圆，欲速则不达，急水灌不了满杯。”父亲别再说了，这是你爹教你的治国之道，这男女之间哪来那么多啰嗦啊？皇爷爷，治国之道与待人处事的道理，难道不是一通百通吗？我看你是一窍不通啊！这男女之间啊，只管你爱不爱，要不要，他从不从。如果他从了便罢，如果他不从，他不从怎么办？那便杀了他呀！啊什么？鸭子烤不好还得杀头呢。他敢不从皇长孙，拖出去斩喽！启禀皇上，启禀皇上，那位师傅正烤着鸭呢。对，去。是。皇爷爷的话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那就照着皇爷爷的话去做，保管呢，他立刻就从了你。皇爷爷允文不会那么做的啊。为什么？皇爷爷开朝立国，筚路蓝缕，自诩以威权治国。可是如今太平盛世，允文以为目前应当是以柔化民，以德服人。哎呀，你说的是治国治民，我说的是制服你身边那个女人。我只要你降了她，收服那只猴子。君子不强人之所难。我要他心悦诚服地归了我。如果用生杀大权威逼用强，皇爷爷，这是明君所不为。好，有志气，这才是朕的好孙子。朕就等着靠你自己的本领，先治了那只泼猴，然后再谈治国平天下。谢皇爷爷成全。哎，来，起来！啊，哎呀，那只小猴子也确实讨人喜欢。真要是把它杀了，朕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至少也得等它教会御厨烤鸭的诀窍才行啊！启禀皇上，烤鸭，拿过来尝一尝。是。有3分像了，传这位师傅见朕。启禀皇上，那位师傅听说你要斩他，自杀了。啊！谢谢。欣欣，皇爷爷说你受了委屈，让你好好的休息2天。莫名其妙的把我关起来，一句轻便白的话就算了。欣欣，这也不能怪皇爷爷，当时证据确凿。要不是你师姐，要不是他抽丝剥茧的把案情查清楚，在皇爷爷面前条理分明的讲出真相，还你清白，只怕到现在你还出不了大牢呢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爸还不就跟我一样混饭吃？拽什么拽嘛！你别不服气，你这条小命还多亏了他呢。你说话可得注意，什么叫我这条命多亏了他？他把我害得多惨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他乱整，我也不会到这儿来。也不会到这儿来怎样？哎呀，算了啦，不提也罢。喏，你点一点啊。点什么？你佩服的那个大捕头说，我利用你混吃混喝骗东西，我可受不了这种气啊！哼，东西全在这儿，你点清楚吧。好，我点一点啊，我看一看。
哎，好像是那个朝鲜国进贡的翠玉白菜不见了，还有景德镇的釉上彩花瓷瓶也不见了。哦，青石灰砚也少了一组。哦，暹罗国大公送的太丝凉皮也不在这儿。哎，还有我的玉扳指呢。还有唐宋八大家的。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全都知道？这我的东西啊，我当然知道了。那你知道，你那怎么了？我是知道的，可我知道归我知道，你偷，你搬东西归你搬东西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大家开心就好嘛。开心个屁！这简直就是对神偷的奇耻大辱吗？搞了半天，原来你是在玩我！哎，那怎么会呢？你不也玩得挺开心吗？有几次啊，我看到没有什么奇士珍宝了，我还特意去库房搬了几件好货来让你过瘾呢。你去搬来让我偷？你就眼睁睁看着我？我眼睁睁看着你偷。反正都是自己家的东西。普天之下莫非黄土，放在哪儿不都一样啊？你早都知道了？知道一切？那得看你所谓的一切是什么意思。你知道以前我在利用你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我在利用你？知道。你知道我在利用你？你怎么变成八个了？说话像空谷回音一样。我知道你在利用我，我知道你常糊弄我，我知道你爱使诡计，我知道你不仅偷了我的东西，而且我还知道你偷了我的心。哎呀，别说了，你既然早都知道了，你干嘛不拆穿我？你很开心，不是吗？你开心比什么都重要。可你被我利用了。我愿意啊，我心甘情愿的被你利用啊。你有病啊！笑什么笑？你说话啊！仙仙，你知道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，总得有他的用处。我的用处呢，就是被你利用。你没有怨言？无怨无悔。你全都明白？一清二楚。哎呀，不好玩了！一切偷蒙拐骗的精华之处，就在于不可说，就在于敌明我暗。最痛快的就是暗爽2个字。现在可好了，全都挑明了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没关系，我愿意配合，我继续装作不知道就可以了嘛。我现在开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谁要你装啊？装不知道那是假的。朱允文，你真是阴险狡诈。可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。现在我也确定不了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是又在假装了？为什么你总要这样糟蹋我的心意？就因为我喜欢你，你就可以这样轻慢我吗？那你可以不要喜欢我啊！你不喜欢我，就可以不用受我的气了。仙仙，你讲这种话真的很残忍。如果爱情可以控制自如，可以随时开始、随时结束的话，那它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？哼，说的倒像专家一样。我哪是什么专家呀？爱情里也没有什么专家，反正在爱情里面，谁爱谁多一点，谁就倒霉一点。喂！好，我愿意认倒霉，好了吧？你只要别再生气就好了。你跟你师姐不是分手了吗？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？你别再跟我提起她了。谁？你师姐吗？周雨文！不提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就是会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嘛。生气什么？总有一天啊，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喂，现在是谁在提个不停啊？哼，你们肯定是他吗？看着像，有几分。
到底是不是？什么叫有几分？1、2分、8、9分？我看你们连话都不会说。就是他，是他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没看错，肯定就是，肯定就是。哇，都肯定是他了，为什么不当场揭穿他呢？我们，这女子能任公职当捕快吗？牝鸡司晨，有违天理，于法不容。可她穿的是男装啊！是啊，谁也看不出她是女的。猪，你们是2只猪，人家看不出来，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？你们不会把握大好时机，当着皇上的面揭开他的真面目。娘娘，当时我们都自身难保啊！是啊，若不是他英勇机智，我和乖乖，我们俩只怕就回不来见娘娘了。你们2个还真不如死了算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妾身给您侍寝来了。淑妃娘娘，王爷呢？王爷不在寝宫里，上哪儿去了？小的不知道。哼，肯定又上那个妖精那儿去了。果然借回来了。娘娘，小平是你？淑妃娘娘，淑妃娘娘，哎，你找什么呀？那个她呢？柳如梅呢？柳妃娘娘，她不在这儿，没回来呀。她不在，那你还在这儿干嘛？收拾什么？回娘娘的话，这是王爷的命令。王爷，